得獎者如下：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江俊彥，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林佩希，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黃海玲，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司徒瑞希，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許子瑜，聖公會幼稚園袁巧文。好，同學仔可以一齊望下前面鏡頭咯噃。準備1、2、3，即插即插。好，再次俾掌聲得獎嘅同學。請黃校長留步，繼續為我哋頒發 K3 組嘅優異獎。得獎者如下：聖公會幼稚園凌子浩，迦南幼稚園中環堅道鄭永泰，迦南幼稚園中環堅道陳永彤，加勒薩聖心幼稚園羅子瑩，聖保羅堂幼稚園李賢律，聖保羅堂幼稚園黃文泰。我哋又一齊望住前面嘅鏡頭，影張大合照先。準備1、2、3，即插。好，再次俾掌聲得獎嘅同學。請黃校長留步，繼續為我哋頒發 K3 組嘅二等獎。得獎者如下：聖保羅堂幼稚園胡希橋，東華三院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黃婉柔，東華三院田灣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江巧，東華三院田灣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羅子喬，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梁以琳，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楊思瑩。我哋又一齊影張大合照，再次俾掌聲得獎嘅同學。請黃校長留步，繼續為我哋頒發 K3 組嘅二等獎。得獎者如下：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李子喬，聖公會聖彼得堂幼稚園赤柱分校羅俊熙，禮賢會學校歐俊業，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杜善儀，教樂薩聖心幼稚園李欣彤。再次俾掌聲得獎嘅同學。多謝黃校長。